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大力一集。上集我哋講過圓球訓練裏面相關嘅體能啦，以及嗰啲體能係擔當住咩角色，包括有力量、速度、耐力同爆發力。而今集我想專注同大家分享一下其中力量嘅提升方法。無論係咩運動入邊都好啦，要講到運動能力嘅提升，你一定要知道嘅一個詞就係漸進超負荷。究竟乜嘢係漸進超負荷呢？簡單講，就係你要慢慢增加你嘅訓練刺激，令到身體有一個持續適應，咁樣從而會越來越強嘅。要做到真正有效嘅漸進超負荷，你一定要識得以下呢三個指標，並且喺訓練中慢慢提升呢啲指標。第一個指標訓練強度，第二個指標訓練容量，最後一個就係訓練負荷或者叫接近力竭程度。我將會喺呢度同大家逐個介紹。第一個訓練強度，講到訓練強度，你就一定要知道1RM。1RM 即係你只能夠做到一下嘅最大重量，而訓練強度就係你用緊嘅重量係你1RM嘅幾多%。例如你嘅1RM係100kg，而你今日嘅訓練重量用嘅係85kg，咁你今日嘅訓練強度就係85%。我哋搞清楚訓練強度係幾多之後，我哋就要搞清楚訓練強度嘅作用啦。唔同嘅訓練強度都對應住唔同嘅訓練目的，會有唔同嘅訓練效果。如果你用85% 以上嘅強度做6下以下嘅訓練，就係提升力量嘅訓練。如果你做70至85% 6至12下嘅訓練，就主要會增加你嘅肌肉。如果你做70% 以下12下以上嘅訓練，就係主要提升肌耐力。要注意嘅係，以上嘅訓練呢都係相輔相成嘅。如果你想提升力量，其實你要做晒3種強度嘅訓練，並且要有周期性地合理進行。我哋嚟到第二個指標，訓練容量。訓練容量就係你今日總共做咗幾多嘅訓練量，我哋要計翻個總和出嚟。計算嘅方法好簡單，就係你所用嘅重量再乘以你做嘅組數再乘以你做嘅次數。例如臥推你做70公斤，做咗4組8下，咁樣就係70kg 乘4乘以8。咁你嘅今日總訓練量，臥推嘅總訓練量就係2240公斤。訓練嘅容量越高，訓練刺激就越多。做到適當嘅訓練容量，對增肌或者提升力量都係非常重要㗎。建議如果你係新手，可以用比較低嘅訓練容量開始，跟住慢慢咁樣增加你嘅訓練容量，從而達到漸進超負荷嘅訓練理念。要提示嘅係，熱身組係唔計算入訓練容量嘅。另外，每一種訓練都有佢自己嘅訓練容量數據，例如槓鈴臥推同埋啞鈴臥推就要用2個唔同嘅數據去計算，唔可以將2個訓練容量加埋一齊。嚟到最後一個指標，訓練負荷，呢個係最多人會忽略但係極其重要嘅指標。所謂負荷，即係你嗰組有幾接近力竭。例如你如果用你嘅8RM 嘅重量去做8下，咁你就係用盡咗你嘅全力，你嘅負荷就係100%。而我哋經常用嚟量度負荷最常用嘅指標就係 RPE， 即係自覺用力程度。而喺重訓嘅版本入邊，我哋有更加客觀嘅量度方法。例如 RPE 10分，即係你做到力竭，無法再做多一下。如果你嘅 RPE 係9分，即係你仲可以做多一下。而如果係8分，你就仲可以做多2下。如此類推。如果你係 RPE 1，咁你即係仲可以做多9下。呢度要分享一個新手最常見嘅錯誤之一，就係每組都做到力竭，即係 RPE 10。
咁樣會有咩後果呢？就係你未必會好有效咁樣增加到你嘅力量。另外，對你嘅神經壓力、你嘅恢復壓力都會有好大。最後一點就係你會好難堅持，你好難會進行到一個持續嘅訓練。我建議嘅做法就係你可以由 RPE 7開始練，跟住再慢慢提升到 RPE 8、RPE 9，甚至到 RPE 10。今日所介紹嘅3大指標特別適用於多關節嘅大重量訓練動作，例如深蹲、臥推、硬舉。呢啲多關節嘅動作做好咗，打好咗你嘅力量基礎，對於鉛球項目有非常之大嘅幫助。我哋今日嘅分享到呢度完結。如果你覺得今集嘅內容幫到你，可以俾個 like 我，同埋訂閱我哋嘅 channel。如果有任何想睇我拍嘅內容，或者有任何有關於力量訓練或者係鉛球嘅問題，可以留低 comment 俾我，我會盡量回覆你哋。多謝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